我已经打电话给郑凯，约伊来遮。不管要等到几点，我拢会等伊，绝对袂离开。今仔日你得好好配合我，知无？要互郑凯讨厌我有真侪方法，敢会当卖用这什么视觉震撼法？这一听都不是什么好办法啦，也不是咧演戏啊。我感觉感情袂当用调工设计，强迫就范，安尼就唔好呢。哎喂，咱是不是会当搁想看卖有别的方式无？我唔管，我已经决定啊。为了郑凯是有一寡陪伴听，还是不要紧的。叶小秋，我准备好啊，等下你就对遮较大的拍落去，我会啉来，知影无？郑凯来啊，紧拍啦！紧的啊！你给你丢毒线，紧拍啦！哎呦，你莫安尼啦！叶小秋，你有啥物话好好讲，那就安尼去拍动手啦！我哪有啊？奇怪，小小家伙是咧吵啥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哎呦，莫啦，海威啊！哎，海威！海明哪会？阿伟，阿伟，你有要紧无啊？小小，我拄则看你安 QQ 打人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是的啦。小小，小小，郑凯，郑凯，郑凯！小秋，小秋，你为什么看到我要走啦？哎呦，你去关心艾薇啦，伊拄则跋倒，面阁受伤，伊即摆上需要的是你的关心。你放心，我会去关心你。靠我讲，艾薇嘛是我的朋友，但是我总无可能目睭紧紧看我介意的人。喂，阿威。郑凯，你来救我！郑凯，阿威，阿威，喂。小小，阿威刚刚发生危险。哪里那关于等去找伊啊？好，行。艾薇，艾威，艾薇，艾威，你是在对啊？艾威，艾薇，艾威，艾薇，艾威。艾薇。那你看买。阿威，你有要紧无？你若想到安尼啊？拄则我伫电话中，有听到查甫人的声音，你是不是想欺负？艾薇，你先莫哭啦。郑凯，艾薇想到这样严重，就咱先送来病院啦。好，给。来，这里，上来。
刚才先讲爱话只是受一寡皮外伤，无啥物大碍，空喙应该真紧就当好完。爱话，你即摆敢会当甲阮讲，你拄仔伫个公园到底是发生啥代志啊？爱话到底是安怎啊？做咱找到伊了后，伊一直都唔讲话，看起来阁足惊吓，阁一直哭。嘿，敢讲伊是？之前我甲伊法国留学时阵，马赛暗时的治安真歹，迄当阵爱话，就要用外国人来甲骚扰，差一点仔就用欺负。刚才当地警察出来阻止，甲遐歹徒赶走。迄当初的状况，就是即马安尼。那安尼，当然是赶紧陪伫爱话身躯边啊，莫放伊家己一人去面对。爱话，你即摆感觉安怎？你莫责备你家己啦。无人愿意拄着这种代志。你是讲我哪边？若不是因为你，我敢会去拄着这种代志？爱话，你莫安尼啊！我知影你即摆心情作乱的，但是你嘛袂当摕小秋来出去啊！你敢知影？因为知影你发生代志的时阵。伊是比我较紧张，走比我较紧的，所以伊哪有可能调工害你啦？你还阁咧替伊讲话？若毋是伊甲我一个人放伫遐，我敢会拄着遮尔恐怖的代志？是啦，我毋是这个意思。郑凯，好啊啦。爱话，你无想要看到我袂要紧啊？我咧爱替泡一杯烧茶，你甲郑凯好好讲，啊，若是有需要甲我喊一声，我就出来啊。爱话，歹势啦，我毋是你，所以我毋才无度体会你即摆感受。但是你放心，我甲小秋绝对袂置身事外，阮会陪你做伙去面对。所以我希望你莫阁想讲你是家己一个好。面对，要安怎面对？当然嘛是替你甲迄个精神找出来啊！爱话，你去病的时阵，啥物拢无甲医生讲，你敢知影你安尼做，一定失去检查财产的机会啊！我知影发生这款代志，真歹讲出嘴，要你讲出嘴，你心肝内一定足痛苦的。但是你若是无提出勇气徛出来，互迄个精神接受法律的制裁，安尼你毋拿无度替家己讨回一个公道，你颠倒会互迄个精神有机会去伤害别个查某囡仔。爱话，我知影。爱伊提出勇气这款话，对你来讲足残忍的。所以我愿意给你勇气，我陪你做伙去病院做检查，然后咱再来报警。咱一定要让迄个精神接受法律的制裁，好啊。郑凯伊既然牵我的手。唔对的，敢讲郑凯误会我有遐个人欺负。郑凯，你是不是？郑凯将来唔爱这么要紧我，唔捌对我讲话这么轻声细碎，慢慢用这么温柔的眼神看我，嘛是头一遍主动牵我的手。若是我讲出事实。伊一定离开我，转去小秋身躯边。我是不是应该自私一遍，趁这个机会，把郑凯留伫我的身躯边？
是不是因为我是查甫的，所以你歹势对我讲出嘴？不要紧，还是我叫小秋来陪你啊。小秋，你开当要一直甲我讲中医，我无需要伊，我讨厌伊，我即摆唯一上需要的人是你，是你张正凯。不是啊，我正凯，你莫离开我，你陪我好不好？好啦，可是讲你若是需要一个囡仔头，互你我去，安尼我先招你，你就甲你心内所有委屈，这一摆拢甲哭出来。你住伫楼顶郑凯哈，迄什么意思啊？人爸仔囝两个人住做伙已经真客啊，你搁要占位？你拢无想讲人会无方便呢？谁甲你讲无方便啦？人因爸仔囝真欢迎我呢，后讲真无简单，我这烧酒破死你甲老婆我走的啦。哦，啊郑凯咧，恁两个人啉烧酒开讲真欢喜，啊郑凯拢免困。伊逐工拢爱上班呢，你莫去讲添麻烦啊啦！哇，你个留涂骹哦？无咧。我想讲，你搁较早共款的，讲厝内代志是早人咧做，大部人未卡的呢。啊，莫搁颠啊啦！较早是想讲吼，要甲阮阿凯训练做男子汉大丈夫，免哪知影讲，伊煞走去大饭店咧灶骹做主厨啦。啊，逐工安尼悠悠腾腾，我世界规拢颠倒病。这什么咧颠倒病啦？行政主厨足歹做的呢，迄是种成就。其实上重要是啥呢？伊忽然间佮出现伫阿凯的身躯边哦，我唔惊你甲我笑，我说你食醋。你的心情我了解啦。负重介入一点，我一定要保护掉。讲起爱为出代志，我嘛爱负一寡责任。但是我走去对小秋放伊一个，伊嘛袂拄着这款代志，所以我嘛有责任陪伴伊。敢希望伊能早一日行出学校。你今仔无去上班，放假？对啊，小等下我要去陪爱会。爱会即摆情绪较无稳定，你是上信任的人，有你陪伫伊的边仔，伊会较安心，你就较常陪伊的。是讲爱会还是坚持唔报警哦？对啊，代志是发生伫伊身上。伊无想要报警，我嘛无道理叫。你替我加关心伊啊！若是有需要我到相共的所在，你随时敲我。好啦，你紧过啦，莫互伊等伤久，
我搁爱先等去摕物件，才去开店。那你有想来走？小秋，你敢真正无话要对我讲？郑凯，多谢你甲阿伯收留阮爸。袂啦，加一个人厝较闹热。多谢。安怎？今仔日心情有较好无？我嘛唔知，是有较紧张啊，毋过加一点仔感慨。是安怎会加一点仔感慨？第个代志还未发生之前，我的人生足平顺，真充实。我认为只要照起工行，家己的人生就会当家己控制。毋过代志发生以后，我才知影，千算万算，毋值咧天一撇。假使夜晚若是死啊，我阁有真侪梦想，真侪还未完成的愿望，都拢会变做遗憾啊！所以我是要赶紧完成我的梦想。你敢愿意甲我斗相共？你讲，只要我做会到的，我一定尽量甲你斗相共。我就知影你袂记住我。这个笔记本内面有写我所期待的10条浪漫约会。10条浪漫约会。这本来是要跟我男朋友做伙完成的一个愿望，毋过我一直拢无男朋友。所以无都实现这10个愿望啊！我嘛知影你的心无伫我的心上，嘛袂因为安尼就变做我的男朋友。毋过这真正是我的心愿。你敢愿意甲我斗相共，完成这10个愿望？好啦，既然你拢安尼讲啊。而且你之前对我甲遮尔啊斗相共，我若是甲你拒绝，敢若袂输我做小气共款。你讲，我安怎配合你？第一条真简单，就是放风筝。我细汉的时阵，伫咧广告内面看到男女主角穿一束白衫，光着脚丫伫咧草地上追逐，迄个画面真正足浪漫的。我敢若用心的，就感觉足幸福的。不过今仔日无啥物风诶，可能要用走的风筝才飞起来。而且你身体也袂好玩，你跟我倒走。当然不是我，是你。我。好啦好啦，无问题。飞袂起来啊！
哎，飞起来！哇，飞起来呀！哇，飞足悬嘞！这风筝真正有水。我甲你讲啥讲？飞足悬嘞！郑凯，咱遐阁有9个愿望诶，遐关一个进度者。那你第2个愿望是啥？你先去买冰，我再甲你讲。这好我啦。哦，紧去啊！好啦，我先来买啊。来，第2边。你爱拍开，是我食冰。啥？这是我第2个愿望，是我食冰。这是什么愿望啊？这真有意义。那第1个月，产妇哪个囡仔生完以后，护士小姐拢会饲产妇食冰。较体贴的翁婿，就会饲家己的太太食冰啊。这就等于是甲心爱的人成家，迎接新生命，迄种幸福的感觉。盛凯，你替我完成这个愿望好不好？拜托的啦。好啦，你中奖？这是我第3个愿望，爱伫社群网站甲男朋友晒恩爱。我唔是你男朋友啊！你就假做是我的男朋友，也袂减1块吧？没啦，哥。你放心啦，等我把这相片上传以后啊，实现我的愿望，我会搁找时间把相片删除。来啊！好啦。你看，给，再1张。好。好啊，就好啊，多谢你。不管即马郑凯是因为误会，还是同情，才会愿意陪在我的身躯边。我会好好利用这个机会，营造浪漫气氛，甲伊甜蜜相处，甲伊对我的同情转变爱情。最后，阁会致命一击，我都唔相信这边阮无法度修成正果。叶小秋，你莫阁有白想啊，认真上班啦。老班长，郑凯，我的第4个愿望就是希望你陪我过生日。你的生日不是早就已经过啊？是啊，不过今年你无陪伴我感觉生日过得真无快乐，所以你要替我补过生日。小秋，今日互你放假，你会当先走，点教我就好。艾薇，我是感觉人较侪孝顺的啊。小秋，咱这回帮艾薇过生日，好无？你唔免互我放假啦，今日有真侪这种品爱买，我来去买，我袂伤早回来。你放心，袂去搅到恁两个。小秋，郑凯，我先来去煮咖啡，等下咱啉咖啡，咱食鸡卵糕。不过你也替我唱我生日快乐哦。
将阮牵，像飘风的花，温暖阮心情。异乡的我，像小无来陪伴到知，有你我袂孤单。我跟我做过什么饼干？看着咱永远相依偎，我的心边，轻轻来对阮讲一声有我。我唔若甲你做饼干，而且伫恁爸手受伤的时候，我甲去恁店甲恁斗相共帮恁煮面，也敢有。你一个人心情无好的时候，我拢是头一个出现伫你的面头前安慰你。只要想甲欺负你，我绝对第一个去找伊讨公道。我若照你拄则来讲，我对伊这了有情为，你唔得甲我讲。张振凯，咱两个自细汉做伙大汉的，敢毋是结拜兄弟？你哪能甲咱的关系补甲这么复杂啊？介绍吗？不用，谢谢。有一双手来予我牵着咱两人永远相依偎。我的心边，天气真热着，买饮料等下来啉。甲你来作伴，是因为你啦，是因为你啦，只要你伫这，我惊我面风雨交加。小熊，小熊啊！碰啊呐，我这摆下面干嘛鬼呢？你边仔有我来的啊！希望咱会当从。张振凯，想我走过的每一条台阶，行过的每一条路，拢有你身影。到底是安怎？你讲这人生行一段，才袂遗憾，是因为你啦，是因为你啦。我惊我面风雨交加，我走紧，阿无用够干。你要小心啊你！快点！振凯，有你伫我的边啊！我真正感觉就安心的，我会当真自在做我家己。原来我早就已经惯习，我做过的每一件代志，行过的每一条路，拢有你陪我。张振凯，多谢你出现伫我的生命中。是的，我会伫到今仔我才发现，我的世界早就已经袂当无你啊。我现在就为难呢，唔知要怎面对这么大的变化，做人哪会这么困难，这么辛苦啊？人跟人，现在怎有这么多误会？他所以当永远卖大汉，知道无？你敢会记？较早咱两个常常做伙来这开讲，做伙发呆，
做伙唱歌，那段时间真正足单纯、足快乐的，就是迄拄则救我。对啦。爸，哪是你啊？哎呦，居然是伫喊名哦！我是来做工的，我竟然到即摆才发现我家己介意。介意？你介意啊？来，听阿爸讲，有介意人真好啊！安尼表示讲哦，我连已经才适应过去啊，你可以重新开始啊。张正凯，张正凯哦，赞！这少年人我有欣赏，嘿，高伟够老实。哦咧，你唔通介意张正凯？为啥袂让你呢？我问你，张正凯扮相？姚根阿伯啊？对啊，迄个姚根哦，平常时嘴细细念呢，你袂记啊？迄天咱做伙食饭的时阵，一个嫌讲哦，你甲伊抢泡菜啦，一个搁要甲你抢吧，迄一支嘴那机关枪的呢，还是讲啊，伊就摆一支嘴尔啦，啊那咱也成就好啦。阿哥，我问你，郑凯妈妈是啥？你小阿妈。哎呦，这个美俗哦，歹命才会着顶呢。爸，这种过去的代志，你即摆讲这是要创啥？这跟我介意张正凯有啥关系啊？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姚根甲美淑两个人拢真好，啊，不过若斗做伙啊，哎呦，代志足大条的哦。因两个人温暖暖哦，啊那你就理袂清啦。你这新妇哦，夹要中真歹做人呢。你甲想看卖，郑凯是要我因爸是我因妈，你就算讲哦，无死嘛半条命啦。爸，你敢会想济啊？想济总比无想较好啊。总讲一句啦，你甲张正凯做伙伤辛苦啊啦，我无赞成。嘿嘿，阿凯啊，想通啊吼，我会晓交女朋友，我会晓查出你约会，安尼就对啊。嗯。哎呀，哎，吼，对啊哦，会晓带艾薇出去约会啊，安尼做就对啊，继续加油奋斗。爸，我忝啊，我无气力甲你讲话啊，我要先来困啊，你莫搞吵。我你嘛洗一下身躯咧啊。我那开啊，甲艾薇是出去约什么款的会，乃添这个？而且看伊转来，敢若无迄种恋爱中的糖甘蜜甜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形？我安尼一直想尽办法要甲伊甲艾薇杀错对，是毋是颠倒造成伊的压力？